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我哋元朗 YOHO Town 兩房單位，事不宜遲，咁我即刻影個則俾大家參觀一次。咁咧單位咧422尺兩房則嚟嘅，睇翻個景觀啦，咁望翻 YOHO Town 嘅內園景啦呢度。咁啦，另外啦，我哋睇一睇屋入邊個間隔啊。其實見到屋入邊個間隔咧，非常之少走廊位嘅，一個正方形入翻兩間房。嗱，呢度咧就主人房嚟嘅。客房啦，咁客房咧，你見到佢會有冷氣機維修槽位嘅，可以免搭棚嘅好處嘅。咁另外啦，廁所啦，我哋有窗嘅明廁設計啦，成個 YOHO Town 屋苑都係有明廁嘅。係啦，影一影多次個環境俾大家睇先。大家如果對條片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揾翻我有新街利嘉閣元朗區阿 Bell。